顶礼拜五，美国连续4天拢起，嘛带动台股早起开红盘，盘中嘛起破2万点哦，收盘嘛徛稳2万点。台积电要挑战900块，落尾是以897块收盘。今仔早起，立法院财委会嘛去证交所视察，发现讲最近台股的波动是比日本股、韩国股市较大，反弹嘛较大。另外，中央大学公布4月份消费信心指数，连同未来半冬是投资股票的时机，人数是减少真侪。伫8月台股开盘红盘的情形，互投资人进前物质的心情有较好。伫盘中也把登到2万点大关，去超过190点。宽达股台积电港管是开关行关，盘中上关是898块，有机会挑战900块。上个礼拜五呢，美国股市呢是连续第4天的反弹，那加上呢，我们台积电以及呢台指期的电子盘走势都相对强势，所以呢，让我们今天台湾的股市呢走势是相对的强势的。分析师认为，伫咧未来，台股短期依然是关键震荡，就要等到美国吹测半导体调查过一段落，才能结束市场观望的气氛。因应最近台股震荡的幅度大，立法院财委会2到证交所视察，自今年一直到4月24。台股若甲其他国际证券市场的表现来比，台股的盘放是15.4%，日经盘12.2%，韩国是起5.1%，美国道琼甲纳斯达克也拢是盘。不过，若是对这个月反弹力量来看，台湾上港的力量是起14.27%，是比其他国际证券市场的表现更较好。川普的这个关税的影响，基本上我们回复的情况在世界各国来看，虽然我们跌下来的时候，我们也 rebound 的，相对的来讲的话，在股市的表现是在世界上是也表现得非常的好。做多再加上防空3个的一个措施里面，多元担保品的部分，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就发现，其实是真的是有效的。随着台股波动大，也打击投资人的信心。根据中央大学公布4月消费者信心指数，即便以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下滑幅度上大，比顶个月下降幅度11.25点。对等关税是发生在4月初了，它的效果其实还是会一直延续。它因为有比较大幅度的下跌，它当然也会让其他的指标跟着就是下跌。观察2倍台湾金融市场的表现，呈现出高回拢升，新台币兑换美金汇率以32.5亿开盘，升1.6分。若起势维持偌久，一块密切的观察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